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上一堂课主要是讲到说第58页呢，就是根线前的现象。那在讲述呢根线前的现象的时候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提到说，依自之不共真上缘，就是眼根还有所缘缘呢，色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直色根线前的现象。那其事者呢，以此类推。那上一堂课呢，主要是讲到这边。那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呢，看到58页的第一行，就是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呢，具色根。那提到这一点呢，最主要呢，他为什么要讲说具色根的部分呢？就是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它最主要是讲述到就是说，它要遮止的一个呢，就提到说，它要遮止就是天眼通，就表示说天眼通呢，它其实并不属于是根线前或是根世，所以呢才会提到说呢，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呢具色根，因为呢天眼通呢，它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那为什么呢？这边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呢？只要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的话呢，为什么说只要是天眼通呢，它就不会符合这个条件？因为呢，如果是天眼通，或者说我们讲说天眼通跟天耳通这两者呢，那有人呢可能就是会有疑惑，觉得说天眼通和天耳通呢，它是否呢是属于根支？那这边呢，就回答到说，应该不是的，因为它并不符合呢，就是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那这里要区分的呢，就是提到说，天眼通呢跟天耳通呢，它的真上缘呢是可以是具色根，但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不会是具色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像是天眼通也好，或是天耳通也好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定是异根。因为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不可能是具色根的缘故呢，所以呢，它不可能成为根支。但是呢，它的真上缘呢是有可能是具色根，但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一定不会是具色根的，因为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定是异根的。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五神通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都一定会是异根，就是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都要是禅定或是我们说的三摩地，所以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定是异根，不可能会是具色根。那最主要呢要放这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起疑惑，就是说像天耳通或者是天眼通呢，这种好像会用到五根的这种，那它是否是属于根支呢？那其实不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对于像是他心通或是宿命通这一种神通来说的话呢，大家比较不会去起疑惑，因为它的所缘呢，它的主要的所缘呢是他心，就是他人的意识，所以比较不会去怀疑到说它是否是为根支。所以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这一点呢，最主要就是要去除掉天眼通还有天耳通。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会说到说，就是五神通呢，它最主要呢都是要透有不共真上缘呢，就是意根呢所生。那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无着菩萨的集论。那在无着菩萨的集论里面呢，就提到说呢，就是提到五神通呢，五神通等呢，就是它是像是外道图也好，或是声闻，或是缘觉，或是大乘行者呢，都可以升起的。为什么呢？就如同说，外道图、声闻、缘觉，或是大乘行者呢，他们都可以升起四无量。那四无量心是如何升起的呢？最主要呢，就是依靠着它不共的因呢，也就是摄摩他。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我们讲到摄摩他的时候呢，就提到说这边讲的摄摩他是所谓的正禅。那所以就可以提到说，就是依着无著菩萨所造的结论里面呢，就讲到说五神通呢，它就和四无量心一样，就是四无量心要升起之前呢，它一定要依靠着正禅。那我们知道说正禅呢，它一定呢都是属于一根，所以就提到说呢，五神通和四无量心一样，都是要依靠着
色魔他就是正禅才能够升起。那在讲到说要升起正禅的时候呢，那在升起正禅之前，一定要先升起位置定。那位置定呢，它也一定会是意根的缘故，所以才会提到说呢，无论像是正禅也好，或者说这里所提到的五神通，或者说讲到四无量心呢，它都一定要依着它不共的因呢，也就是意根呢，才有办法升起，所以才会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呢，意根所生。那最主要呢，会有这种讨论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关于五神通里面，像是天眼通或是天耳通呢，它是否呢，就以天眼通来说的话呢，它是否是属于眼知，然后再做探讨。因为一般我们都说眼知呢是属于就是根知的部分。那再就是不同的就是三大师不同的这些经论的著作者呢，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程序。那有一些的就是他会在利用就是文字的一些就是断句的地方呢，然后来做区别。那像有的祖师呢就说像是天眼通呢，它是属于眼的知，但是呢它并非是眼知，因为只要是眼知的话呢，就一定要是根知。但是呢，它是属于眼的知，但是它并不是眼知。那有一些祖师呢，他是直接承许说，其实眼的知和眼知二者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天眼通呢，它不能是属于眼的知，因为呢，它只要是眼的知呢，就要是属于意知。那这个呢，大部分是在后面，就是讲到五神通的时候呢，就是会有探讨的部分。那各个祖师的程序呢，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同。所以呢，将来如果大家在广阅经论的时候呢，要是看到某一些经论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呢，像是天眼通呢，它是属于眼的知，但并不是属于根知的时候呢，所以也不要太过的惊讶，会觉得说为什么它是眼的知呢？但是并不是根知。那这时候呢，就是表示说这个祖师他只是把眼的知跟眼知二者呢有做区分，他会觉得说眼的知呢，就表示说天眼通它是属于眼的知，但是它并不是属于根知。所以这就是希望将来大家在阅读经论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叙述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它背后的原因。那这个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会讲到说，其实在三大寺呢，就是各个祖师呢，他所造的论点里面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那可能他们在所引的呢是同一部经典的同一句话，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呢，可能是完全呢做相反的解释。那这边就以唯识中的人无我来说，就是一般我们就提到说，就是有人无我和法无我嘛。那以唯识中来说呢，就是像是结尊至尊法幢大师呢，他是承许说唯识中呢，他是承许人无我呢是空性。那对于另外一个大师呢，像是福生大师来说的话呢，福生大师他并不承许唯识中他们承许的人无我呢是空性。那两位祖师呢，一个承许说唯识中的人无我呢是空性，那一位呢不承许说唯识中的人无我呢是空性。但是呢，他们两位呢所引的经论呢，都是辩中辩论里面的同一句话。不过在解释的时候呢，然后一个呢就是引辩中辩论里面的这一句话呢，来成立说唯识中承许人无我呢是空性。那另外呢，他就是承许同样的同一句话呢，然后他是承许说唯识中的人无我呢并不是空性。所以呢，这就是说祖师呢他们在思维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思考点或是出发点呢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就是特别要提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呢，世尊呢在说法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呢会提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那有时候呢就讲到说一切法呢都不是自性成立。那我们知道说呢，世尊呢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是讲到说一切法呢皆是自性成立。那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讲到说一切法呢都不是自性成立。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三转法轮呢？那三转法轮它最主要出现的目的呢，就是在解释初转跟二转法轮。因为我们知道说世尊呢，它是正量施福，所以是不会有相违的。那所以呢，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世尊就会解释到说，为什么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世尊会宣说一切法呢皆是自性成立。那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为什么会宣说一切法呢都不是自性成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世尊在三转法轮的时候，他会讲缘由，说为什么他会
讲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的理由是什么？那讲一切法都不是自性成立的理由又是什么？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无论像是中义也好，或者说各个教派，就是从它不同的法源去学习的时候呢，那对于很多的观点呢，那有一些教派或是有一些祖师呢，他会承许说是，那有一些会说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最主要是要去思维说，这位祖师他讲是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位祖师他讲不是的原因呢是什么？而不是呢看到之后呢就开始去做比较，说哦这个祖师呢说是是，然后那个祖师呢说是不是，然后好像把他们的两点呢就放在天平上面去称一样，然后看说哪一个比较重，自己要相信哪一个。并不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而是看到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时候呢，或是两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宗义的时候，我们最主要呢是要去思维说，为什么那这个祖师他讲是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依于什么是说是的，然后讲不是的原因呢是说什么而讲到不是的。就像刚刚所提到，像是一转法轮还有二转法轮的差别，乃至于说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讲到说有的程序呢提到说天眼通呢是眼的知，但是呢并不是根知。那有的呢会成语说它并不是眼的知，因为只要是眼的知呢就是根知。所以我们在学习经论呢看到相违的时候，最主要呢是去思维说这两者它们背后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然后想办法呢找到一个就是它不相违的地方，那这才是我们最主要去学习的目的。那既然这边呢，就是提到三转法轮的时候呢，那就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讲说，那世尊有时候讲说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那一切法，那在初转法轮讲到说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又提到说一切法呢都不是自性成立，那到了三转法的时候呢，又提到说一切法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是自性成立，有一些不是自性成立的，就比如说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依他起和缘成时二者呢是自性成立的，那遍计值呢是非自性成立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那世尊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在三转法、在初转、二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所讲述的内容都不一样呢？那这时候呢去思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探究原因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三转法轮呢，它所宣讲的对象呢是不一样的缘故。像以初转法轮来说的话呢，它最主要所对应的所化机呢，是一切有部跟经部中的有情。那所以呢，世尊为了帮助这些有情的时候呢，就对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的有情呢，提到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但是呢，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它最主要的所化机呢是属于中观中的这些所化机，所以呢，他就对中观中的这些所化机呢讲到说，一切法呢都不是自性成立的。那等到三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三转法轮最主要的宣讲的对象呢，就是唯识宗，他的所化机是唯识宗的缘故，所以世尊呢就讲到说，依他起和缘成时二者呢是自性成立的，但是遍计值呢它并不是自性成立的，就是因为所化机的不同呢，所以世尊依照他们个别的根器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宣说不同的法要。那就像呢，我们在就是讲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呢，最开始呢有提到说四种殊胜。那四种殊胜呢，里面就有提到说一切经论无为的殊胜。那无为的殊胜呢，最主要就是提到说，就是其实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表面上呢是相违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去寻找最后面的意趣呢，才会发现说，其实这些呢并不是相违，所以才会说，一切圣言无为殊胜。那所以呢，就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它最主要呢，就是针对着一个个别的有情呢，然后提到说，一个有情他成佛的方便呢，是无有相违的。虽然说在有一些经典，就是佛在显教的时候呢，可能如是的宣说，然后在密续的时候呢，可能又如是的宣说，但是对一个有情来说呢，他成佛的方便呢是没有任何的相违的，所以才会提到说一切圣教无为殊胜。如果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说一切圣教无为殊胜的时候，而只是单单去钻研说，哦，这个祖师这样子讲，那个祖师那样子讲，他们两个的讲法是相违。如果光探讨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是不够的。
那常常呢，就是我会做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说呢，比如说一块糖果呢，就是我可能呢先含个就是一两分钟之后呢，然后再交给下一个人去含个一两分钟，然后他再交给下一个人含个一两分钟，然后可能呢我们这四五个人呢，这五六个人呢吃的是同一块糖果，然后吃完之后呢，然后就有个人说，那你把你所吃到糖果的感受写下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五个人呢，除了说这个形容这个糖果是甜的之外呢，那对于说这个甜度是怎么样的甜法，那它是怎么样的甜的这种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形容的时候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发一张纸去写说你刚刚吃到这个糖果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每一个人写下来呢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说我们这五六个人吃同一个糖果，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呢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像是在造文殊赞一样，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就是文殊赞呢，它是500个阿罗汉呢，就是他们在写的时候，就是500个印度的祖师班智达他们在就是写造对于文殊菩萨礼赞的时候呢，就500人写出来的寄颂文呢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是4、5个人就是跟那500个印度的班智达一样，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虽然说我们吃的是同一个糖果，但是我们写出来的感受呢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甜的这种形容，或是对甜的这种感受呢，我们在描写出来呢一定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呢，可能又会有人质疑到说，那如果是这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到底谁来判定说你们说这个糖果是甜的呢？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那其实这个并不用特别的去怀疑，因为只要是舌根没有受损的话呢，那应该吃到这个糖果呢，大家应该对于甜的这个感受呢，都是一样的。不过说你在形容这个甜到底是怎么样的甜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用的形容词或是等等的在描述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状态。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呢看到说就是一部经论呢，或是这个祖师呢，他的诠释呢是用这个角度在诠释，另外一个祖师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是要去了解到说这个祖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去诠释，那个祖师呢，他为什么会从那个角度去诠释，而不是呢在那边纠结于说，哦，他们两个到底谁讲的是对的，谁讲的是错的，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就是在刚刚呢，就是讲到说，有的祖师呢，他是承许说呢，像是天眼通呢，它是属于眼的根，但是并非眼根。那就是从这个话题呢，那我们延伸出了刚刚的就是这一段。那所以呢，这个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其实呢，修行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就是每个祖师呢。很多人就是大家的看法、想法或许都会有不一样，或者说各个教派呢，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些想法，或是讲说修持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并不是呢去批判说别人讲的怎么样，然后呢，去批判说谁对谁错，而是从这么多的修行方式里面呢，然后找一个呢最能够适合自己修行的方式呢，那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呢，在广论里面有提到说，高当派的祖师他们有讲到说呢，对于上师的加持呢，并不是看上师有多大的加持力，而是看自己的，而是在自己的手上。当你对上师有多少信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获得多少的加持。那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那这个呢，就如同说呢，就是在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那别人给你一个苹果之后呢，那虽然说他已经把苹果给你，或者说他已经把食物给你了，但是呢，你拿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你不吃的话，那你当然还是肚子饿，并不会说你拿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你肚子就变得不饿。所以同样的呢，就是上师把各种教戒呢传给我们的时候呢，那给了我们之后呢，是否如实去修行呢？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而不是在上师的，因为上师他已经把方法教给我们了。那给了之后呢，那我们是否去行持呢？那就在自己的手上。就如同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呢，别人给你食物，那给了食物之后呢，你如果不吃的话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去除肚子饿的这种痛苦。所以呢，对于说能够获得快乐的方法，还有说能够去除痛苦的方法呢，其实呢，上师已经告诉我们，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但是呢，虽然说这个道理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呢，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很容易怪罪别人说，哦，这个呢都是因为别人怎样怎样，所以才害我这么的痛苦。那这个大部分呢，都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或是习性呢所造成的。
那在讲到这边之后呢，那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该怎么去学习。就是无论说呢，我们是在学习色类学也好，或是在学习心类学也好，或者说乃至于在学习菩提道次第也好，就是无论你所学的经论呢，或者说你所学的哪一个内容呢，就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在学习心类学好了。那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把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本课本呢，它所讲的内容呢，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去通达。那乃至于说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反复的复习或者去听闻，就是所学习到的这些内容的话呢，那我们就好好的去听闻，因为呢，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在边学习现在的心类学的时候呢，那在边看的时候呢，他会顺便去阅读一些其他相关的资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格西或是其他人讲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学习方式去学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光在西藏呢，对于说像是心类学的这些著作，可能就有200-300本，但是200-300本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看完的。那这个呢，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当我一开始呢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呢，那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把色类学内容讲完之后呢，那我自己呢会觉得说，诶，我好像已经懂得差不多了。那觉得自己懂得差不多之后呢，那我就去阅读其他三大寺、其他寺庙呢，他们所关于色类学的内容呢，那我就不断的去读。那这样子去学习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乍看之下，好像会觉得说自己学了很多东西、很多文，然后好像呢这个法仓的这个讲法呢，我也知道一点，然后这间寺庙的这个讲法呢，我也知道一点；那一间寺庙的讲法呢，我也知道一点。但是呢，内心呢，并没有升起真正的定解。所以，当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你去辩论场的时候呢，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因为你对所有的概念呢，都是一知半解而已，你都没有办法好的深入的了解到说至终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是这个看一看，那个看一看，就好像是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实际上呢，你没有办法呢对一个真正的见解呢而升起了定解。所以呢，是建议大家说，在学习的时候呢，最好是以现在的课本为主，然后呢，在现在所学的这一本课本呢，多花一点功夫，然后呢，而不是呢这个呢也看一点，那个也看一点，然后好像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博学，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办法升起一种定解。那这是对于说我自己的经验呢，然后和大家做一点分享。那所以呢，就是各位呢，就是将来就是已经把五部大论呢都学习完毕。那想要对于说像自己的亲友或者说一些认识的人介绍佛法，或者说介绍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这本课本呢是非常好的，绰绰有余。因为呢，它里面是把所有色类学心类学的内容呢，就是完全的收摄，而且呢，它里面呢并没有太多的辩论，而且呢，它又是很简短，然后呢，内容又很清楚。而且是把所有心类学相关的呢，它全部都收摄在这一本里面。所以将来如果大家有机会为其他人讲述的时候呢，能够以这本作为法本的话呢，我是觉得是非常的好。那就是关于说我们现在所学的色类学呢，还有心类学的这个教授呢，就是我自己因为是第一次见到的缘故，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并没有获得口传教授，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龙的这个传承。那一般我们是讲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到龙的传承的话呢，那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加持。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之前的色类学，还有现在的这本心类学，所以我自己也在找说看能不能获得传承。那如果说将来呢，我也有获得这个口授的传承之后呢，那我再找时间呢传授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照着课文呢，就是继续讲下去，因为这边又延伸讲了很多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课文的部分。那这边呢，我们就继续往下面看，然后这边就是提到说呢，就是根现前呢，它主要是分为5种。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提到说直射的根现前的性相，那其他逝者的性相呢，以此类推。那这边呢是讲到说直射的根现前，但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说直射的眼支呢，或者说我们以直蓝色的眼支来说的话呢，或者说直射眼支呢，它其实呢就是有分为限量。然后呢，还有再觉知，那以及显而未定的3种，就是我们知道说，
直射的眼支呢，它可以分为这3种。那我们以直蓝色的眼支呢来做譬喻的话呢，那等到说对于眼支呢，大家都知道之后，分为这3种，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同样的，其他的视者呢，也可以就是以此类推。那就以直蓝色的眼支来说的话呢，它属于限量的部分是什么呢？那就可以叫说直蓝色眼支的第一刹那。那直蓝色眼支的第一刹那呢，就是它本身呢，就是它对于说蓝色呢，它是新正德的。那不只是新正德呢，它又是透由智力去正德。那什么叫做由智力去正德呢？就是它正德蓝色的时候呢，它并不用透由其他的心识的力量，然后依着其他心识力量再去正德，而是它本身呢就能够持直蓝色的缘故呢，所以这2个原因呢，提到说它是属于限量的部分。那再一者呢，就提到说，因为它不只是持直蓝色，而且它对于说显现蓝色呢，它是完全可以了知、完全可以领纳的缘故呢，所以提到说直蓝色的眼支呢，第一刹那它是属于限量。那直蓝色的眼支呢，它是属于在觉知的部分呢，那就提到说直蓝色眼支的第2刹那以后的呢，它都是属于在觉知，因为它并不是由智力呢去证得了外境蓝色，而是它证得蓝色，它是透由第一刹那证得蓝色之后呢，那延续的第一刹那的力量呢，然后去继续去证得的，所以第2刹那以后呢，它就不属于量的部分，它就不是属于限量的部分，它是属于在觉知的部分。但是无论是限量或是在觉知呢，它对于说蓝色这个境呢，它都是可以领受，或者说它都是可以了解的。那对于说呢，直蓝色的眼支呢，它是属于显而未定的这个呢，那就比如说，当我们进去到一个就是歌声放得很大声的这个歌厅的时候呢，或者说唱歌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一进去呢，就被耳朵呢自然而然就被这个里面的音乐呢，然后吸引住了，然后你就很专注的呢在听这个好听的音乐的时候呢，那虽然这个时候我们的蓝色的这个眼支呢，它是可以显现蓝色，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并没有办法领受或者说去了解到蓝色，就是说虽然有显现，但是它完全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境呢去把这个蓝色呢给领受或者升起定解，因为它这个时候完全完全着重在声音的部分，所以说蓝色或者说各种颜色，它可能是有在它的眼支呢是有显示的，但是并没有办法领纳与正德的缘故呢，那这种情况的蓝色的眼支呢，就是属于显而未定。那在对于眼支大家清楚了解之后呢，那其余的视者呢，他就是可以以此类推。那我们再以这个显而未定之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直蓝色的这个眼支，这个显而未定的呢，那我们再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的话呢，就比如说当我们去一个花园，那这个花园里面呢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花，那可能呢我的心呢就是专注于在其他的花之上，那进去这花园呢可能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同伴。那有一个同伴呢，他可能对于说这个蓝色的花呢，他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他就专注呢在观察这个蓝色的花，然后对于说这个蓝色的花，它种种的就是它的殊胜啊，然后它的各种的特色呢，它完全都记得下来。那我可能呢，就是心在于欣赏别的花，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注重到这个蓝色的花。虽然我的眼睛呢，好像是有看到这个蓝色的花，但是我并没有特别关注的缘故呢，所以当我们2个人呢都从花园出来的时候，那伙伴呢，他可能就会突然问我说：“哎，刚刚我们在那个花园里面的时候，有一朵就是很特别的蓝色的花，它长这个样子的时候，那我一听到他这样问我的时候呢，我内心呢就升起了一个怀疑，立刻升起一个怀疑，就想说：哎，我刚进去这个花园的时候呢，有看到蓝色的花吗？那我到底是有看到还是没有看到？”那这个怀疑的心是如何升起来的呢？就是透由刚刚呢，我们直蓝色的这个眼支，就是显而未定的直蓝色的这个眼支呢，透由它所引起的，就是这个蓝色的花的这个影像呢，虽然说有显现，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心专注于其他地方的缘故，并没有办法对于这个蓝色的花呢，对这个外境升起决定，或是领受到它的缘故，所以之后呢，当别人提起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会产生一种疑惑，会觉得说，哎，我到底是有看到这个蓝色的花，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蓝色的花？那这种怀疑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是透由之前这个显而未定的这个根枝呢，而产生了后述的这个怀疑。
那这里呢，我们就提到说呢，就是依置之不共真上缘眼根，然后还有即所缘缘色所生以离分别呢，且不错乱的了知呢，它是属于直色根现前的性相。那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性相呢，我们再多加几个字，就是再加上说心不欺狂的了知，就是提到说依置之不共真上缘眼根。即所缘缘色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心不欺狂的了知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前面这段呢是属于就是直色根现前的性相，但是呢，我们再把就是心不欺狂的了知加上去的话呢，那就是直色现量的性相，直色根现量的性相。就是因为它后面又加了心不欺狂了知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从现前呢变成了现量。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在提到呢，就是在讲根知的时候呢，或是提到根现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一起呢，就是讲述到说它的三种缘。那这三种缘呢，就是所缘缘、真上缘以及等无间缘这三种。那一般我们是讲说有四缘，四缘里面就是第一个是因缘，但是因缘它本身呢是跟因同义的缘故呢，所以基本呢，我们在解释三元的时候呢，是不会刻意把就是因缘给加上去。所以呢，在解释就是根现前它的像是性相，然后还有说它分为哪几种之后呢，那通常呢我们会伴随着就是讲述着就是在讲述这些现前事的时候，会附带着讲述它的三元，就是所缘缘、真上缘以及等无间缘这三种。那通常呢，在讲述到所缘缘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直射的根基来说的话呢，那它主要是直射的三元之一之外呢，那它最主要就是提到说它能够让直射根现前呢为具色上的主要直接能生者。那什么叫做它能够成为直色根现前为具色上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呢？那我们就以说直屏的眼知，或者说直蓝色的眼知来说好了。就是直屏的眼知呢，谁是能够升起直屏眼知的主要的能生者呢？就是瓶子嘛。就是当我们的眼前有瓶子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可以升起直屏的眼知。如果说我的前方没有瓶子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升起直屏的眼知，所以瓶子呢，它就是直屏眼知的所缘缘。那同样的呢，直蓝色的眼知呢，就是看我们的眼前是否能够直接看到蓝色。那如果有蓝色的话呢，那当然蓝色它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直接能生者，就是能够升起直蓝色跟现前的具色相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呢，就是蓝色。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直什么的眼知，比如说直屏的眼知或是直蓝色眼知呢，它的所缘缘呢就是瓶子或是蓝色。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说真上缘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说呢，真上缘呢，它分为就是共同真上缘还有不共真上缘呢这两种。那一般呢，在讲述说不共真上缘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就是呃，它主要会提到说它是清晰的内色。那清晰的这个内色呢，它才是直色跟现前呢它不共的真上缘。那一般我们在讲说像是共同的真上缘是什么呢？就是主要讲到说真上缘呢，就是能够主要能够升起这个根式的因叫做真上缘。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共同真上缘的时候呢，比如说像它的等无间缘呢，也可以把它放作是它的共同的真上缘。但是不共真上缘呢，就是唯有放到就是清晰的这个内色，也就是眼根的这个部分呢，眼根呢，然后它是属于这个呃直色根支的不共真上缘。那最后呢，就提到说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缘呢，它其实是在三缘里面最主要呢，就是能够让呢，根支呢，或是根现前，它能够成为领纳清明了知体性的主要能生的了知，就是它能够让这个根支呢，成为就是具备了领纳还有了知体性的这个呢主要的能生的这个了知，称之为是等无间缘。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述等无间缘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在直射的根现前之前呢，无间升起的作意的这个色觉知呢，它是属于等无间缘。
那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直射的根支呢，它具备了所缘缘、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这三者。那其实就是提到说作用的部分，就是呢，直射的根支呢，它其实具备了三种作用。那第一个呢，作用就是属于显现，它能够显现色的作用。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直持色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本身呢是属于领纳清明了知体性的这个作用。那第一个呢，显现的作用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所缘缘，就是因为所缘缘呢，所以这个直射的根支呢，它才具备显现的这个作用，所以能够产生显现作用的这个呢是所缘缘的功用。那能够持直射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来自于它不共的真上缘，也就是唯有透有这个眼根呢，它才能够直持射的缘故呢，所以它持直射最主要的作用呢是真上缘它的功用。那至于等无间缘呢，那等无间缘最主要呢就是让这个直射根呢，它本身呢能够成为就是领纳清明了知体性的这个呢，是属于等无间缘的作用。所以三缘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那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直射的根支呢，它的所缘缘呢，和它的就是不共真上缘这两者呢是相违的。同样的，直射的根支，它的所缘缘和它的等无间缘呢，二者呢是相违的。为什么呢？因为直射根支的所缘缘呢，它一定要是色，而且是外色。那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属于内色的部分，所以这两者呢一定是相违的。那同样的呢，就是直射根支的等无间缘呢，一定要是了知的缘故呢，一定要是觉知或是了知的缘故，所以它的等无间缘呢跟所缘缘的二者呢一定是相违的。那同样的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和等无间缘二者呢也是相违的。但是呢，就是它的等无间缘还有它的真上缘二者呢是没有相违的，因为基本上呢就是直射根支的等无间缘呢，就是它的共同真上缘，但是不是它的不共真上缘。所以直射根支的等无间缘呢，就是直射根支的真上缘，但不是直射根支的不共真上缘。所以在我们了解了就是直射的根支之后呢，就是直射根现前之后，那其他后面的四者呢，就是直生根支等等呢，那我们都可以以此的类推。那以上呢，我们主要是讲述了就是根支，就是根现前的部分。那其实呢，这主要是属于就是经部中的程序，因为对于说就是像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关于根现前呢，它的性相，还有说像它的三元的这种安立的方式呢，是属于经部中的安立方式。那对于唯识中来说呢，它对于说像是根现前的性相，以及说对于三元的安立呢，都是不同于经部中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从一现前呢，然后继续为大家讲说。